最近照鏡有冇覺得自己睇落好似攰咗少少？面部線條冇以前咁緊緻，其實未必係你老咗，可能只係筋膜太過繃緊。好多朋友都留言問我點樣可以改善面部下垂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好療愈嘅保養秘訣，用微電流儀器去放鬆筋膜，唔單止可以做到 V 面提拉，仲可以幫你今晚好好地瞓一覺。我哋一齊開始啦！首先，我哋由平時最容易累積壓力嘅頸部開始，順住頸側嘅胸鎖乳突肌，由上至下好溫柔咁慢慢推落去，重複做5次，再做埋另一邊，你會感覺到成條頸嘅疲勞即刻減輕咗。跟住，我哋將儀器移去膊頭，針對提肩胛肌同埋肩井穴。平時對住電腦、手機積落嘅肩頸酸痛，喺呢個位慢慢鬆開佢。如果想面部輪廓再緊緻啲，可以做埋頸闊肌，預防嘴角下垂同埋改善虎紋。如果膊頭仍然係緊嘅朋友，可以跟呢個手法斜方肌做埋放鬆背嘅肌肉。其實面部保養嘅核心在於筋膜同埋韌帶，當佢哋失去彈性，虎紋同淚溝會慢慢浮現。只要我哋好好放鬆筋膜，令韌帶復位，面部自然會回復年輕嘅狀態。接下嚟我哋做一啲細緻嘅修飾。第一個動作由眼底淚溝開始，沿住呢一條路線慢慢向耳嘅方向解鬆韌帶，重複5次。呢個動作可以幫助收細眼袋、淡化虎紋，甚至令毛孔更加緊緻。想針對眼袋嘅朋友，可以跟住呢一個方法，輕輕由下至上向上推，重複5次。持之以恆，眼袋會慢慢變淡，然後喺太陽穴位置向上拉提，提升眼尾，成個人嘅氣色都會好啲。由嘴角沿住面部輪廓向上拉提，做完你會發現面部嘅線條變得更加精緻，嘴角紋都減淡。今晚洗完面，不妨跟呢一條片一齊做，記住 save 低，方便隨時重溫，亦都可以 share 俾你身邊都同你一樣咁貪靚嘅朋友。